大家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呢，叫做呢所有都係富豪 B8L 嚟嘅。咁呢啲咁嘅富豪 B8L 咧，上一次就介紹咗，哇咁大架車仔，大家有冇睇過呢架車仔呢？冇呢，或者去睇啊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啊！佢呢亦有第二架嘅，我遲啲再拍啦。嗰架係城巴嚟嘅，都係富豪 B8L 12.8米嘅啊，咁大家可以睇翻嗰架車仔。咁啊，由邊度開始先呢？咁啊，蛇年巴士開始先啦啊！咁我哋由蛇年巴士啦，係啦，開始先。咁啊，蛇年巴士開始先啦。咁啊，呢一架蛇年巴士咧，就喺2025年嘅接近蛇年咧，咁啊KMB 咧又搞出咗一個新嘅廣告，就係蛇年巴士啦，係啦，富豪啊！咁啊，路線就102啦，美孚啦，可以睇翻嗰架車嘅。咁啊，我哋睇翻，我哋好似有兩架係，好似有兩架咧，就係102啊，係啦，有兩架。咁其中一架就係一架啦，出到廣告嘅又係102，不過係路線咧又唔同啦，一個去美孚，一個去筲箕灣嘅102啊，係啊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翻嗰條片啦。咁啦，咁啊都係兩架三架嘅廣告先啦。咁啊102已經介紹咗啦，係啦。咁啊介紹呢三架九巴先啦。好，係啦。咁啊96號啦。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嗰架車啦，唔詳細介紹啦。49號啦，可以睇翻可以睇翻嗰條片啦。咁啊67A 咧，67A 咧就可以睇翻條片啦，都幾日前嘅啫，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啦。咁啊307大埔中心，我已經出咗三架都係307啦，啊，都係來往大埔中心嘅，係啦，因為12.8米啦，係啦，同埋精簡版啦，係啦，同埋計埋呢個會富豪咯，係啦，富豪 B8L 咯，啊。咁咧，先講一講咧，就係呢三部啦。咁啊，一架係可口可樂啦，係啦，富豪 B8L 啊，係啊。咁啊係96號啦，咁啊去灣仔北嘅960啊，咁啊係男人係咪豆腐火腩男人浪漫啦啊！我都唔知佢個名咁得意啊，佢搞到男人浪漫。咁啊富豪 B8L 啦，係啦。咁啊 KV79係啦。咁啊應該係招回咁啊應該係派街版啊。咁啊嗱，呢度咧就係微影啦。位於微影嘅 Tiny 微影咧，同80M 係唔同嘅，係啦，同80M 係唔同。我哋睇翻呢架車先啦。咁啊唔使詳細介紹啦，你睇下幾型，行得幾順啊！你睇下，咁啊，大家會睇翻80M 係唔同微影嘅，係啦，不過佢嘅 size 咧就大一滯啦，係啊，佢嘅得意係唔同嗰架車嚟做對比嘅，係唔同嘅。係咯，咁啊有搭過呢架車，有影相啦，不過都影唔到啦。不過有其他路線啦，有機會，有機會。咁咧，因為富豪啦，咁啊富豪咗啲啦，咁又係啦，咁啊，睇下先啦。咁咧，我想詳細介紹咧，就係呢兩架車仔。佢呢兩架車仔嗰啲車尾咧係唔一樣。佢呢兩架車仔咧係車尾係唔一樣。係啦，我已經封晒塵啦，冇理佢哋。咁啊，呢兩架車仔車尾係唔一樣啦，係啦。咁啊，路線都係唔一樣啦。咁啊，上面有 KMB 啦，不過又冇 KMB 嘅啫。
因為呢兩架 KMV 又冇啦，慣咗都係用開冇用 KMV 喎，正常嘅，係冇錯，正常。咁啊，307大埔中心冇雙飛人啦，佢唔印 KMV 啦，亦印法國雙飛人藥水就算啦，咁有講過可以睇翻，可以睇翻。咁啊，兩架啦，102啦，唔係兩架，101架有 KMV 嘅，放心。咁啊最後一架拉屎啦咁咧又係呢架咁嘅可口可樂嘅12.8米嘅富豪 B8L， 路線就係182去沙田啦，係啦，去開沙田梗係要影下相，不過已經冇啦，已經冇晒可樂啦，已經，係啊，要直達去邊度？睇唔到啦。咁啊，以上就係咁嘅微影同埋80M 啦。咁啊，中意呢條片咧，俾個 like 我，下條片咧就再見啦。有下條片嘅，咁啊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